桃園平頂國中畢業女性昨暗佇咧劍湖山度假飯店用餐了後，半暝開始呢，就學生囡仔吐骨流，學校趕緊甲這69個學生囡仔含一個老師送病院，加在人是無安怎，暗頭已經坐遊覽車登去學校咯。那這雲林縣的衛生局也隨去飯店進行食米，還有環境的採檢，要釐清感染源。傳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，當市平頂國中的畢業女性，10時暗時在劍湖山度假飯店食飯食了，陸續有學生發生嘔吐、才胃腸無爽快的症頭，學校緊急啟動應變機制，陪學生去附近的診所和聲大到6分醫看醫生。凌晨接到電話，我以為是小孩子玩太累了，6點多、7點到8點的時候，人數突然多起來，決定把這些小孩子用遊覽車把他送過來成大醫院。如果真的是衛生出狀況後，也請相關單位依法處理後，那學校也要按照合約去求償。學校表示初步診斷是急性的胃腸炎，不過在經過治療了後，大多數的學生都已經較好啊。有些小朋友如果口服藥比較沒辦法吃的，我們是有用一些針劑做治療。那大部分大概還是用口服藥就治療得不錯。雲林縣衛生局在接到通報了後，第一時間嘛到劍湖山度假飯店做食米和環境的採檢，要來釐清感染源。食物的檢體1件，還有2件人體的一個檢體哈。那我們分別會送到食藥署，還有就是 CDC 哈做相關的一個檢體的一個報告。伊最近是一直傳出食物中毒的案件，嘛看出咱國在食物上客家人力無夠的問題。有特別建議講會當參考歐美授權食品技術和工衛師對源頭來把關，平常時都對業者做衛生管理，建立食安簽證制度來補客家人力。負責簽證的人類的資格、條件的訓練等等，這個我們來研究一下，那也許是可以來補我們現在這個稽查人力不足。另外，桃園上野烘肉飯內熱店進前是發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，衛生局統計到15中晝為止，加起來有鏡頭的民眾是增加到104個人，內面有69個人有去看醫生，相關食品和環境檢體已經送去實驗室，按算上緊1禮拜就會有初步報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